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 AM 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关小梅的闹热，嘛传出不少意外的消息。亲像伫咧台南的鹿耳门圣母庙，昨放烟火，放到最后一场时，有3个民众去碰到伤。另外，伫咧婚姻的北港朝天宫，半暝咧绕境时，嘛有一条巷仔底茶厝啊，熊熊大火烧。这敢是放炮去碰到的，详细过来调查。伫这个细条巷仔内底，一间茶器的厝熊熊大火，火愈烧愈大。民众看到了后，赶紧敲门通知附近的住户撤离，也赶紧把水管拍开，想要来拍火。火苗窜起，我们就下来拉水管。隔壁的打给我妈妈，我妈妈今天早上打电话叫我来看一下。2层楼高的厝大火烧了后，已经要倒啊！消防人员早起回来到现场来调查，因为这间厝已经20多年无人住。因为云林北港朝天宫伫元宵暝举办平安绕境活动，半暝1点的时阵，神桥队伍经过时阵，这间厝就烧起来啊！也拖烧到隔壁户，是不是因为放炮啊引发的，也是其他原因？就医院爱调查。结果原因还要等我们火调人员勘查确定才会知道。另外，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伫元宵暝放上万发的高空烟火，吸引70万人次来看，不过也发生意外。伫放最后一场焰火时阵，有3个人受伤。看到民众翕到这条阿某炸着伤，加相片放伫网络，讲实在真恐怖。最后几门的时候，其中一门就是他可能没有推上去，然后推到一半就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在底下爆了，现场就挂彩了啊。庙市方面发声明讲，放烟火进前经过失败检查，拢符合规定。其中一粒烟火落落时阵才爆破，落伫原定落落所在大约15公尺外的所在，造成关小民众受伤。庙市方面感觉真实的真袂得过，已经去慰问伤者。未来规划扩大烟火落落所在，并且实施更加严格的维安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强烈大陆冷气团吹到几，今仔上架军伫咧新北的石门，敢若9度高。气象署嘛提醒讲，对即马开始到明仔透早，就是这波冷气团上冷的时阵，这民众都一定爱穿雨袖。按到3月1，阁有一波方面的吹到几，那温度会阁降，而且全台悬拢可能会落雨。西门町街路路人拢穿高高外套，受新一波冷空气影响。拜日透早，平地上气温出现伫新北石门，只有9.9度。气象署表示，这波冷空气今仔日已经升级做强烈大陆冷气团，降温有感觉，愈换会愈寒。按算明仔载透早会达到上气温，部分地区会落破10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是有24到28度，不过日夜温差大。清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低温的范围都已经有在扩大的趋势，尤其在北部的金山区或者是沿海空旷地区，都有达到10度左右或是以下的低温出现。28到292天，天气会短暂回转来，西半部天气真好，东半部有时阵有短暂雨，不过爱注意3月7日阁有锋面接近，气温会阁下降，全台拢有明显降温的趋势，而且水汽增加，各地落雨几率拢提悬，转做湿冷的天气。全台都会转成有短暂雨的天气形态，所以连中南部的高温也会开始有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1号之后的温度形态在各地都会是有明显的降温的趋势。气象署表示，按算3月7日7日这波雨势会比2月25到27这波冷空气的落雨爱较大一丝啊。目前气象署已经针对双北、基隆、桃园、新竹、苗栗、甲金门发布低温警告，民众都要穿雨袖。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过来看彰化新港前几天啊，火车弄甲重伤的3只猪啊，其中2个只妹啊，到今也有生命危险。并表示，目前8岁小妹血压已经有咧稳定降落来，未来3至5天内也是要特别注意。今日官府嘛表示，目前已经收到超过240万的善款，拢用到后续的医疗照顾。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医疗团队来8岁姓陈查某囡仔病房祈祷，希望予即马也昏迷姓陈的妹妹会当度过这个难关。经过几天的救治，在会姐姐昏迷指数3，血压也是有较低。目前伫中华基督教病院儿童加护病房，8岁的妹妹血压渐渐稳定，不过昏迷指数同款嘛是3。像昨天晚上爸爸来，刚刚叔叔来看，他的生命征象的确出了很明显的变化。那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奇迹，
更后续能够让为我们带来好的消息。教育部主任秘书二是嘛去探视受伤的姐妹啊，医师讲，妹妹上主要的是喘气、心跳加血压的稳定，未来3-5天也是关键期。负责救治的中华秀团甲中基这2间病院，除了承担医疗费用，县政府开设的捐款小户，目前收到超过240万的捐款。包括可能他们后续可能要医疗啊、复健，或者是后续的一些生活照顾跟教育等等的。这方面的他们生活上面使用。县政府是讲，除了会对轻伤的弟弟做心理辅导，后续的理赔原来协助保障三姐弟的权益。三姐弟是2日暗时放学时阵经过中华新港建国路加美港公路3段的路口，互无照驾驶信号的老阿伯弄到。公路局中华干务段原来要派人到现场会勘，来了解道路设计是不是有缺失。交通号志、照明、标线。行川线排面部分大家都正常啊，没有问题吧？公路局中华干务段是讲，发生事故甲行人穿越线的设计以及是毋是有庇护道无关系，不过也是会请专家研究改进相关的道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又有台湾人伫咧柬埔寨犯罪犯抓到，柬埔寨警察伫咧因的首都金边，佮查到一件毒品案，抓到3个台湾人，扣着毒品16公斤。刑事局已经证实这3个人身份，目前会继续来调查这批毒品，敢是有要走私转来台湾犯罪企图。3个人徛伫个桌后壁，桌仔顶是放着真侪海头丸的分包装，也有毒品的原料。柬埔寨警方2号举行记者会，宣布查到这个毒品案。咱国警方知道这个情报，已经向柬埔寨证实3个人是台湾人，其中2个人有诈骗的通缉，正伫向对方查证。毒品是不是有想要运转来台湾？本局驻越南联络官在与柬埔寨警方交流犯罪情资时，柬埔寨警方通报我国，在2月22日当天，在当地逮捕了包括3名台湾嫌犯，共查获了16公斤的摇头丸。柬埔寨去年就捌查到4单的台湾帮派分子到柬埔寨组成毒品走私集团，经过台湾甲柬埔寨以及美国缉毒局合作，总共查到将近800公斤的K他命。这摆查到3个台湾人，也是台湾甲柬埔寨交换犯罪情报的成果之一。他们那边查获到，如果涉及到台湾人的话，身份的确认也会请刑事局国际科来做一个查证以及确认。如果涉及到国内，比方说要运送走私到台湾来。台湾这边的共犯部分，他会委由台湾这边的刑事局这边来做后续的一个追查。这一部分刑事警察局已经在进行了解当中。如果有需要，法务部透过司法互助的管道来进一步搜证，那法务部将会全力的协助。由进前网络红人外案小姐案件，前柬埔寨总理洪心讲，支持涉案的2个人爱服缓2年的刑期，引发台湾社会真大讨论。对此，警方强调，这3个嫌犯会依照柬埔寨当地法令接受审判，但庭事终结了后，开着出境。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另外一边的以色列甲哈马斯是继续咧战，以色列民众是布马政府甲哈马斯咧敲连接的代志，完全是拢无进展。昨伫咧首都特拉维夫击开抗议，所以警察用水车来强制压制，上无18人强抓起来。打声无停，现场个高压水条向民众喷射，另外一边个警察跟民众发生相杀的冲突，导致警方带走抗议民众。I want this government to go. This government is the bloodiest government besides the terror which it's conducting amongst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West Bank, and we don't even have to talk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Gaza now. 以色列甲武装组织哈马斯冲突无停，新的停战谈判23日法国巴黎举行，调解国家提出数项新的劫机草案，包括停火6礼拜，换40名人质者劫机。严格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要求完全控制车杀，顾在所有和平的方案之下，谈判一直无进展，互真济以色列民众日时暗时，搁一摆组织伫特拉维夫的街路向政府抗议，却受到警方镇压。以色列警方动用骑警驱离民众，佮出动高压水车向人群喷射高压水条，真侪抗议民众佮互警方逮捕。We cannot keep on doing the military solutions because they're not working. It's becoming worse. A lot of people are dead on both sides. And we want a ceasefire. We want the hostages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对此，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表示，暂时官方会召开会议，针对调解国家提出的协议方案投票，决定是不是要采用。这么代表谈判有机会取得部分的进展。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继续来看中国船丙船2人死的案件，咱海巡今是第7届，甲因遐家属代表关门协商。不过，中国海警却阁宣布讲，要伫咧金门海峡附近加强巡查，就去互外界认为是阁要来压台权。另外，最近网络顶有一支中国船弄咱海巡报复影片，海巡是阁跳出来讲，这是3年前的代志，毋是近期所发生。今天会不会解决？审慎乐观了哈。中国快艇丙船案，海巡署25早起甲中国家属代表进行第6届秘密协商。海巡对双方的共识无加讲，下晡阁展开第7届会谈。待会还会再协商吗？会不会？我们继续努力哈。因为丙船案伫双两岸关系紧张，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建议会当透过公益组织来沟通。透过这种公益性质的这种民间组织经由这一次的这样的沟通，启动这个模式，事实上是两岸沟通一个好的开始。到目前为止，大陆红卫他们都还没接到上级的任何一个通报跟通知，请他们来做协助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直没办法跟他做一个对口一个协助。中国海警局25日宣布，伫金门附近海峡展开执法巡查。根据中国港口网的船只追踪资料，至少有6只海警船。根据中国海警局相片显示，派出来的其中一只编号2202的海警舰艇，本来是强军的飞弹护卫舰，也互人解脱是伫宣示管理权，加强对台施压。最近网络嘛流传影片，讲中国10只渔船冲撞咱方的海巡船报复。海巡署嘛回回，这是2020年3月，海巡伫小金门接近的时阵，互中国快艇恶意攻击冲浪的资料画面。但是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2日要带团去中国，也则有机会要表达对丙船案的哀悼。对这件代志，陆委会是建议应该向中国表态，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尊重台湾司法体制，听候调查完成，就会公布事实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正正是宣布讲，因为旅游团去中国有国安的疑虑，对6月初一开始，佮禁止出团。然后已经买好的旅行社就要退钱。不过即马却传出讲有民众要退钱，去刁难的代志，讲硬要甲人带去其他国家佚佗。观光署是表示，若旅客碰到这款代志，会当直接提出申诉。6月初开始，旅行社禁止组团前往中国旅游，毋过传出有已经付定金的旅客，互业者推销转往其他地点佚佗，无愿意直接退费，产生社会纠纷。对这件代志，观光署初步了解是单一个案，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若做有旅客拄到旅行社无要解约，还是强迫参加去其他国家的旅行团，拢会互因协助。他可以跟我们署，也可以跟屏保。那如果最终你不选择其他国家，你也不想就是组团去大陆，因为你不能参团去大陆，那你就是退费啊。旅行工会表示，对于政府的政策，业者敢会当配合。传出少数无愿意退费的个案，影响到团体名声。目前大部分的业者是对已经付定金、无愿意转往其他所在佚佗的人客，大部分是用代订机票加饭店，销售自由行服务。结果是协助旅客接洽兑换旅行业者，落地了后，再过参加当地旅行社的行程。由当地的地接社来承接，我这边只有帮你代办这些手续跟机票的部分而已。好，那就是只有这样，大概是有这样的状况。政府不要逼着人民去走灰色的地带了，模糊不清，发生的状况大家都不好。业者怨叹两岸商务交流、教育团体自由行拢无受限制，干嘛旅行团袂使出团，都惊到尾拢转私底下出团来因应政府的政策。对于旅行业者的不满，观光署是回应，政府继续依照对等原则来推动恢复两岸的团体旅游。若做大陆方面愿意释出善意，无排除提早对禁团令进行适当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食安的问题，苏丹红的风波是继续咧炒。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昨又搁接到通报，讲表列关的兴和食品公司因所生产的菜脯饼甲白胡椒饼，这两项产品拢有去用到共一排胡椒咸椒粉，而且专业福利中心阁有咧卖。今晚专业福利中心是赶紧甲产品全国拢总16000包，拢全部新落价。
已经下架了。卫生局人员到卖场客查看所有的违规产品是毋是拢落落来，因为中国环境粉有低含物扫弹红，风波持续扩大。台中的金安技食品使用着问题的环境粉做猪肉干加猪肉丝，卖互新北市6间业者，已经全部卖完无库存。另外，苗栗县兴和食品公司制造生产的菜脯饼加白胡椒棒原来有使用，其中菜脯饼已经流入台北市专联护理中心，卖场已经紧急落1400外包，嘛引起部分消费者的紧张。自求多福啊！买到了第一个没有问题的，吃下去没有食安的，那你就多活2年嘛。供给的是比较大的厂的话，那大的厂当然还是要注意，定期的都要做检测。扫弹红咸姜粉全台湾拢有，根据食药署的统计，到23为止，拢总落咸姜粉甲相关产品3528.3公斤。食药署除了已经对中国进口的咸姜粉100%达批查验，而在已经有无合格记录的业者，嘛会暂停进口3个月。中国输台的辣椒粉21家不合格的出口商及制造商，自今年2月20日起暂停受理输入查验3个月。食药署是讲，边境查验是风险管理，若发现原料有食安风险，就会调升查验比例，也鼓励业者家己送验。食药署嘛会针对后市场拢总60批原料进行调查，一定1个月来调查完。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为着要互泡园已经废掉的学校空间，搁再利用来推广环境教育。因即马是配合理护联盟，甲港技国小就要分校的教师重新改造，互环境教育课程会当伫遮甲大家交流。让地球暖化，然后呢会破坏自然生存。自然有一些树会枯掉，会死掉。国小的囡仔受到环境教育的知识，这间教室是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甲儿童福利联盟做伙改造的日生活永续基地。未来才有环境教育在地产业的课程，要提供予偏乡的囡仔来学习。来认捌在地的食米，我感觉是一个上重要的代志。有咱遮的老师会当甲咱遮的囡仔做一个陪伴，我感觉是一个真无简单，嘛是真。这个值得去推广的这个课程，每一堂课都几乎老师都不一样。有的时候会出去，类似说之前有一次是去拔竹笋，有的时候是做劳作，我觉得这也很好玩。嘉义县乡村永续发展协会活发已经废校的东泉乡港技国小就我分校真侪年，伫遮推动社区的服务。去年开始甲儿童福利联盟合作。唔但提供课程，嘛要互有身体地方来付出的少年人，有一个会当发挥的所在。咱的协会过去拢伊是伫关注伫老人，因为庄脚都无少年囡仔，所以咱为老人开始做。即马咱慢慢儿福联盟入来了，互咱会当开始去做扎根的工作。因为你如果没有年轻人，未来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慢慢的有一天是不是会消失？帮助是真好啦吼，搁互一寡遮老人一寡囡仔会当来遮互相大家好做伙安尼交流。乡村永续发展协会指出，这个日生活永续基地，除了是囡仔学习环境教育的新起点，嘛希望伫遮上课的囡仔会当认捌故乡，爱护在地。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这个拜6礼拜，各县市拢有不同的元宵活动。伫个中华鹿港，都有一个少年的庙主鬼，叫做施信庭。伊对4年前开始就咧办灯会，伊今年嘛发挥伊设计师的专长，先做出一座高鱼花灯，对民众做伙迎花灯洗老街，望讲会当透过这个活动，甲以前过节传统保留落来。闹热的鹿港老街出现2只鱼仔造型的高仔灯，真摄人目。民众嘛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这2个高仔灯的设计者就是伊，鹿港药区宫的主委施信庭。今年龙年，所以想讲鲤鱼跃龙门，安尼做一只鳌鱼。这只鳌鱼有一个特色，就是伊的头顶有一个魁字，因为魁星会独占鳌头。有魁星剃头嘛，所以伊迄踢斗、迄7星斗，我就来画伫胸前。
本业是平面设计师的施信婷，4年前开始伫药区宫举办灯会，因为遮过去是鹿港做生理的水路，所以伊设计鱼仔造型的高仔灯。今年阁互民众领会灯设鹿港老街，写袂少人来参加。鱼仔这个灯啊，阮是头一届看，啊是真古锥，非常的趣味，蛮新颖的，就是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传统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加入一些比较年轻的元素这样子。施信婷表示，鹿港元宵节有球灯、软灯卡传统，伊利用家己设计功夫，和节庆活动结合特色的高仔灯设计，希望保留过节的风俗，和更较侪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明仔载北部、东北部、东部气温是真寒，中南部甲早时、暗时的温度会差真济。北部、东部、恒春半岛，也阁有中南部的山区会落局部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好天。明仔载天气啥款？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1度至14度，中部地区11度至24度，南部地区14度至26度，东部地区13度至21度。外岛地区7度至18度，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稍等下且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志坚，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